帝，伫伊的面前讲伊所有话，伊是咱的避难所。咱感谢伊，咱伫伊的殿中来敬拜俄罗伊的人，实在是真有福气。这是主对咱的疼，咱着感谢着俄罗伊。伫还要唱歌之前，咱用信仰告别来做伙咱今仔日的来敬拜俄罗礼拜。来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父，上帝的大兵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等下咱要唱这首歌的时，咱用感恩的心来吟。当咱唱着。我要向你来唱歌，唱出我满感谢的时阵，咱用奉献的心来吟这首歌，因为主对咱的疼。咱伫小木孤单的时，伊找咱，伊要放杀咱。这个疼是无人通啊比的，无人比你较疼我，无人比你较疼我。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主，当我小无孤单，你来超做我，为我做我，忍受痛苦拖磨，你有温柔来陪伴我。我要怎样报答？甘愿为你献出我的生命。我要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。今世路你永无散。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主，当我小无孤单，你来超做我，为我做我，忍受痛苦拖磨，你有温柔来陪伴我。你温情这么大，你温情这么大，我要怎样报答？甘愿为你献出我的生命。我要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，今世路你永无散。我为你献出我的生命，我要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。今世路你永无散，今世。
这个里啊，伫伊的册顶悬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，我要拯救恁，互恁称做有福气的人。恁毋免惊，手着臃肿。既然是安尼，咱是相信耶稣掌管每一日。咱相信耶稣伫咱四面受敌的时阵，伊来帮助咱。咱实在无看环境是怎样，应该着专心来相信伊。这是耶稣掌管的每一日，耶稣在掌管。大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四面受敌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爱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万事拢掌管。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四面受敌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爱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你万事拢掌管。大声哈利路亚！大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用我们甲感谢，也只每一日。大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掌管的每一日，耶稣在掌管。咱着耶和华的心来迎接耶稣所掌管的每一日，咱也专心来信靠主所掌管的每一日，唔免惊，手着臃肿，因为伊讲，我要甲你同在。咱相信这是耶稣掌管的日，耶稣掌管的世界。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。大水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四面受敌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爱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你万事拢掌管。大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感谢，也只每一日。大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掌管的每一日，耶稣在掌管。泛滥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四面受敌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爱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你万事拢掌管。大声宣告，大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和华感谢，也只每一日。大声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掌管的每一日，耶稣在掌管。再一摆，大声宣告。哈利路亚，
我的每一日，耶稣在掌管。咱将普我声开，互咱的主上帝，请坐。伊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一项。这是咱所熟悉的一首歌，代表所写的歌。愿这首这个经文，咱拢会当记起来，甚至会使背起来。因为伊是我的牧者，我都无欠亏一件。主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推甲你的爱，时时拢安慰我。嘿嘿哟，嘿嘿哟，有主爱跟对我，我要踮伫你的厝，你到夜夜晚晚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亏一件。予我到底去散步，带到安静水边。伊予我了阮情影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行过水阴山河，也我行行在海。我对着面前。为我摆善下，你要有我的头，予我好陪伴我。阮天主比阮对我，甲一世人无煞。我要踮伫你的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一摆，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亏一件。予我到底去散步，带到安静水边。伊予我了阮情影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行过心山沟，也拢无行在海。嘿嘿哟，嘿嘿哟，主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推甲你的爱，时时拢安慰我。嘿嘿哟，嘿嘿哟，有主爱跟对我，我要踮伫你的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请兄弟起立，甲各位兄弟讲：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。请你甲各位兄弟讲：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亏一件。予我到底去散步，带到安静水边。伊予我了阮情影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行过心山沟，也拢无行在海。嘿嘿哟，嘿嘿哟，主
讲我愿意踮你的厝，我要踮伫你的厝，你羔羊永远我。主感谢你，当阮拄着啥环境的时，你拢为阮来排比。阮感谢你，当阮目屎流哪落好的时阵，你也来帮助阮，甲阮同在。你伫阮孤单寂寞的时来敲找阮，阮真欢喜，互你找着。阮真欢喜，甲你相拄。阮的生命，愿你光来照，互阮看见。你实在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真正感谢你。你无被记得困苦的人的呼求，你也举手来拯救困苦的人。今日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的光照阮黑暗的角落，帮助阮行伫你光明中，帮助阮为搁较信靠你。阮愿意跟对你，因为对主的人真正是有福气。对主信靠你的人，阮的福气实在是无限。感谢你，带阮伫青草坡，带阮伫安静的水边，甚至伫对敌的面前，你为阮摆设宴席。你的主爱，你的主悲。稳定，拢是甲阮同在，阮真欢喜，真爱踮你的厝到永远。主愿你帮助阮，所听你的话会刻牢伫阮的心，帮助阮为遵照你的意思，谨慎来做来行一条你为阮备办的天路。愿你的荣耀归你的名，利益人。帮助阮为靠你来得胜，靠你的名来得胜。搁一摆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只是咱公道的时间，能做伙掀开咱的酒杯，为着咱公道的事项，能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搁一摆将阮家己摆咧伫你的面前，仰望你丰盛的恩典甲慈爱，求主帮助阮会当愿意学习你的怜悯甲关怀的榜样，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求你使阮会当有智慧，互阮会当辨别遐真正需要阮帮助的人，并且愿意付出阮的时间甲精力去关怀甲照顾因。主啊，我嘛要求你使阮有疼心，互阮会当用同理心去理解因的处境，并且会当用你的疼去安慰甲支持因。愿阮所做的拢会当成做主你荣耀的见证。我嘛要为着遐伫孤单也是伫痛苦中的人来祈祷，求你的疼甲平安会当充满因的心，互因会当得到对主来的安慰。知影，就算伫困难甲挑战的中间，你拢是阮的避难所，甲阮患难中的溃烂。也愿你的平安会当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互阮的心得到盼望，搁较济的彼此包容相听，以主的真理做根基，行伫喜乐的中间。愿咱的担心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
三甲做伙来启印，伫启印文11篇，诗篇32篇。做得着赦免，做歌得着擦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佮心无甘蔗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为你排山，连不逃拢担你的手明日当当刑罚我。我的一个亲像抱着亲的日头是我有对你摆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你有啥列我的罪？安尼虔诚的人，着通找着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嘛，一定会迎着伊。你是我闪念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的言语为我死为我。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我要帮看你，关顾你。毋通亲像马、骡无知识。马打丢，马落会约束，才会赶紧你。歹人会受真侪痛苦。毋过我靠上主的人，有主爱世人为伊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心正直的人啊，要大声欢呼。这是咱要做伙来吟新信诗72首。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请记你。耶稣，我的天。
身边的情姊妹，看着咱的关心。耶稣愿意世界面照，让你看着你。耶稣愿意一切受造，让你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着咱的关心。请坐。这时，咱们邀请新歌队来学乐。今仔日要学乐的诗歌是朱德文。愿伫天的边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道领到你的指教，你的灵亲像你的。我的理性，你那的好话，下面我的我，亲像我了无上的，我的我的错。我的力气，要求我脱离爱，因为讲我的眼光都是你所带我这是教会消息报告的时间，咱做伙掀开周报来看教会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今仔日感谢上恩神学生的信息分享，愿主纪念咱所领受的主的道，祝福咱会当心建造上帝的殿。本主日牧师甲同工前往红山教会，为本会的建堂各行款工课，请安报告，请兄弟关心代祷。第二点。6月7日礼拜日下晡3点至5点，圣灵降临节联合祈祷会，请兄弟当踊跃参与，并且联合诗班的兄弟伫今仔日下晡2点40分伫教会集合，做伙前往佐定教会来排练诗歌甲流程。第3点，2025年暑期儿童营定伫7月7日至7月7日举办，主题是奇妙之旅，在爱中成长。时间是暗时的6点到8点，对象是小学1年到小学6年，费用是150块。若有意愿要报名的人，会当扫描周报内底 QR code。第4点，下主日6月7日是青年曙光的纪念主日，当日由学生青年社青来担任礼拜的服侍的工课，请人做伙为青年的服侍的备办，做伙同心来祈祷。第5点，6月份的秋生有6月10号宝庆，6月15号梦风兄，6月19号民寻弟兄。
咱做伙来读今仔日即礼拜的经句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从你的上帝，听像比亲像家己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路加福音10章27节。这是咱要分开圣经，做伙来读今仔日的圣经节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：“老师，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律法有写啥物？你安怎了解？”迄个人应讲：“你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、专意听主你的上帝，搁着听厝边，亲像听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因了真对，照安尼去做，就会得到活命。”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的，就搁问耶稣：“啥物人是我的厝边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强盗，因扒伊的衫，搁甲伊拍甲半死，然后甲伊放落地，做伊去。”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，看到迄个人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相反，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，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。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，一个看到迄个人就心真毋甘，行我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，佮用布甲伊包扎，然后甲伊扶起，徛家己的褥仔，带伊去旅馆，甲伊照顾。隔日，伊摕2个银仔交互旅馆的头家，交代讲，请你照顾即个人，所费若着较济，我转来时会补你。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：“你想，这3个人倒一个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？”伊应讲：“家己里面的迄个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”咱们邀请木恩小朋友用华语来甲咱读这段的圣经节。大家平安，我要攻读上帝的话语。路加福音10章27到28节。那人回答：“你要全心全意、全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邻人，像爱自己一样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答对的，照这样做，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”到这里了。谢谢咱的主里2个小朋友木恩。好，那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的主题是选择人生的路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好，然后让请主日学小朋友会当起来，好，神学生小朋友，我们起来。来，我们很高兴有小朋友可以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哦。这个故事可能你嘛听过吼，但是恁伫下骹的时阵哦，恁会当嘛有时间，恁嘛会当讨论哦。那今麦来替小朋友做一个祝祷，好。亲爱的天父，很高兴能够有小朋友跟我们同在。小朋友是教会的力量，恳请你带领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更成长茁壮，也借着主日学老师的教导，能够得到很多属灵的知识，以及学会如何去过一个属于合你心意的人，能够成为一个合你教导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在同学里头有好的表现，也能够有圣经的知识真理跟他们同在，在他们的心里默默的发芽，默默的成长，使他们越来越有主你的款式、你的样式、你的爱心在他们身上。主啊，恳请你带领他们，陪伴他们，照顾他们，不论是在他们的身体各方面都能够有你的帮助，有你的爱来看守、来持守，能够顺利的长大成人，成为你爱的门徒，去宣扬你的道理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妹，好。这个时候，来，哦，他有，哦，要对孔，拍谁，等姐，不，哎，再下来一点，要对到，没有，不要紧，较悬一点嘛，无较特别。嘿，姊妹平安。今日吼，这题目可能吼，大家感觉咦，这好亲像拢听过足侪遍的故事吼。毋过，其实这故事足亲吼，咱来继续来看。这故事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伫可能对大家来讲，大部分的人拢感觉足熟的。根据网络顶面的统计耶稣讲的故事内面，第一个是浪子的故事，第二个就是这个上侪人咧听的故事，就是这个啊，为什么今日上阮要讲这个好亲像足侪人听过足一遍的故事咧？其实这个故事真无简单。耶稣的比喻内面拢有足深的教导伫内底，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足水，内面有足深的奥妙。我想照着即个大家拢足熟的故事，咱试看卖往内底，搁亲自去看，莫只有停伫外口即个故事的表面。若是你无熟即个故事不要紧，因为我嘛是会完整来讲即个故事。咱会分5个部分5个层次来讲，一步一步来想，而且连接即摆的信仰，思考咱的人生应该行倒一条路。做啥物款的选择？第一个就是当时的背景。经文安怎讲？经文讲有一个律法师伊来试探耶稣，伊问先生，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活？律法师是当时文士的一种伊是专业的律法，受人敬畏的人。这位律法师的态度好亲像毋是足好哦。事实上伊嘛知影标准的答案，毋过伊想要知影的是，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活吗？其实，伊在意的并毋是即个答案的本身。真侪时阵，咱拢知影，问题的时阵应该拢毋是注重问题的本身。咱时常听到一个足歹解答的困难难题无解难题就是你的女朋友问你。我甲你的老母落入去水内底你要救倒一个啊？我甲你老母跋入去水内底，你要救倒一个？请问你感觉这个重点是讲我要救你，还是讲无啦？我做友好，我要救我的老母，还是讲我要救你，因为我妈妈会晓游泳啊？还是讲我会送我妈妈去学游泳，叫伊来救你？你搁安怎选其实你若是照伊的问题来回应对方一定会继续问落去。你要试看卖无？相信一定是安尼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重点是啥物？当然毋是跋入去水内底要救倒一个啊！所以绝对袂当回答你要救倒一个，也是要回答你要安怎救。你要清楚，你的女朋友伊想要知影的是啥物？伊想要知影是啥物？当然是你伫伊伫你的心目中伊的地位嘛，对无？
所以这律法师事实上嘛是，伊知影答案哦，伊有兴趣的，并毋是这问题本身，伊是要来试探耶稣的，也是因为伊是负责教律法的，所以结果变成啥物？耶稣足厉害，变做吼，这律法师伊家己要来应答这答案哦，就是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律法师吼真厉害，伊讲出足标准的答案，就是听上帝，甲听人。第一个是出对倒位？第一个是出对申命记第6章5节，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耶和华。这是以色列人吼，每一工拢爱读过啊遍的宣码。宣码就是吼，意思就是你爱听，你爱顺服的意思。第二个吼，出对利未记的19章18节，毋通报仇吼，嘛毋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，着听出比亲像家己。所以只有对本国的人好吗？无，你接出来，搁爱看后面的19章的34节，甲你徛起的厝外人，你着看因哦，亲像本地的人共款。所以是安怎？你着听人，毋是分吼有本国还是外邦人哦，你拢爱去听。其实大家若是去看10条诫吼，10条诫头前4条诫是讲啥物？头前4条诫是讲你爱去听上帝，后面6条诫拢是讲啥物？你爱去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你爱去听人。所以头前4条是听上帝、爱神，后面6条诫是听人吼、爱人哦。所以律法师足厉害，伊已经把迄个律法做一个总结啊。毋过，足可惜的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有发现无？耶和华信仰是一个造福万国万民，是一个充满大疼痛的信仰。毋过以色列人却甲伊带甲变歪路啊，甚至爱靠着耶稣的保护来拍破因对宗教的限制，互疼会当传到普世去。咱来看后续，显然这律法师无伊无耶稣遐尼厉害啦。来问题，结果后面哦变做伊家己爱回答吼，佮互耶稣讲，你讲甲袂歹，互耶稣舌头啊吼。律法师心内底一定做毋甘愿的嘛。律法师心内底佮想要证明吼，耶稣你根本就无资格讲永生啦。所以伊家己哦，佮提供标准答案内底哦，伊选第2个嘛，伊选第2条诫命，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来继续吼做文章哦。伊就问耶稣。倒一个像是我的厝边吼，大家有想过，为什么伊毋是问第1个啊？伊的困扰是第1条诫命较简单，还是较困难？其实吼，讲实在话，第2个诫命真正是较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看袂到的，所以人若是面对看袂到。只会当仰望的存在，咱才有法度吼，甲咱的心架起嚟。所以对律法师来讲哦，凡是伊只要吼实践第2条诫命啊，实践第2条的诫命，也是讲吼，对伊较困扰的，就是伊的啥物厝边的条件是啥物？因为啥物？厝边就伫你的身边嘛。咱人哦，拢想要啥物？看。我介意的人，也是接近吼我爱的人嘛吼。若是哪有可能甲我的爱分互边仔你无熟悉的人无？所以这是伊的重点的，就是伊的厝边是倒一个。所以律法师伊心中想的是吼，啥倒一个人有资格做我的厝边？这就是啥物？迄时吼目头足悬的法利赛人啊，律法师哦，因所在意的问题哦，这背后反映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，真侪人、真侪族群哦，拢无资格正做我的厝边啦。所以吼，咱无需要去听因啦。但是伫当时，耶稣做的代志，甲因所想象的拢倒变哦。耶稣哦，拢一直甲吼遐无亲戚的外邦人做伙，也是社会哦上底最底层的人哦，
做伙哦，遮个人哦，拢无法度吼吸收遐个足复杂的律法，亲像善亚人，也是耶稣甲遐个摆骹的啊、车迷啊、妓女啊、抽象的人做伙，所以伫律法师的目睭内底哦，耶稣你就是无清气的人啊，所以耶稣遮个人无值得咱来听，无值得你来听，因是无遵守律法的人。因是无清气的人，无圣洁的人，因是有问题的人。耶稣，你安尼做，你就毋对啊！所以耶稣若是落入去伊的问题内底，伊就会当甲耶稣讲哦，耶稣，你哦不配啊，你无资格啊，成做我的邻舍啊，我的厝边啊。咱来看第二章的反思哦，耶稣就开始甲伊讲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有一只甲伊编无？无嘛？耶稣反倒转讲一个故事对无？这个故事就是大家所熟的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歹人哦，把伊的衫甲伊拍个半死哦，等伊去路边哦。这时甲利未人哦，对迄条路过去哦，看到伊哦，闪去边仔哦，莫看到伊。倒只有啥物？倒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经过的时阵，看到伊，就怜悯伊，用油甲酒吼，甲伊换，甲伊包好哦，用家己的，佮家己的精神哦，互伊徛吼，带伊去吼客店吼来照顾伊哦，佮交代吼店头家哦后续爱继续照顾伊。大家你爱想看觅哦，这时对迄条路落去，看到伊是越头就走呢。利未人哦，嘛是的，越头就走。为什么这时甲利未人会越头就走？凡是今日大家会讲哦，可能是哦，伊要去主持敬拜嘛，还是参加圣歌队嘛，对无？因为咱知影利未人就是当时的圣歌队敬拜团，但是圣经讲哦，是对耶路撒冷落来耶利哥的路上。所以就表示啥物？是献祭活动、敬拜活动、敬拜礼拜已经结束啊。所以这时甲利未人毋是要去耶路撒冷做礼拜，还是主持，还是侍奉的人。若是这议题愈较复杂，但是伊今日哦是敬拜结束要转去的路上。咱来看现实的顶面，这个人。互人拍个半死，倒伫涂骹，一动也不动哦。照律法来讲，你若是去摸着人的血哦，你就是无清气；你若是摸着尸体哦，你愈无清气，你有几啊日哦，拢袂当做代志，袂当甲人接触。所以这时甲利未人，因足惊啥物？惊因的违反因的律法。所以吼，看到毋敢动，越头就走。简单来讲，因并毋是因为要主持敬拜，还是侍奉，因是惊吼，因后面的日常生活、后面的工课，还是亲像后礼拜六的敬拜活动，会影响到。所以要安怎讲因？因就变做迄种哦，冷冰冰、公事公办的啥物？政府官员的迄种心态。确实啦，守律法。是有啦，但是守律法会当守到无法度去疼人，兄弟姊妹，无法度疼人的律法是有意义吗？是有意义吗？这故事指出，就算讲你的宗教的地位、职位你搁较悬，你的财帛搁较悬，你的知识搁较悬，你若是无疼，你若是无怜悯。你只是死守这个律法，你就袂当做一个真正的好厝边。这就转去第一章的反思哦。这律法师问的，像是我的厝边的问题。其实耶稣讲出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就是要吼，甲律法师吼纠正一下。什么是厝边的这个定义？耶稣讲吼，需要伊帮助的人，就是伊的厝边。故事中的祭司利未人。看到路上有人伫要死啊，一点仔怜悯的心拢无，
反倒等是这好的撒玛利亚人，伊真正做出什么是疼的行为，真做迄个可怜的人的好处边。咱来看第三个反思，咱来看现代，现代有啥物的教会界有啥物状况？现代教会界，咱知影今年2025年有流行一个拿细尔人运动无？拿细尔人运动哦，其实这做特别的运动，咱来看一下。安怎得到因心哦？亲像这律法师啊、文士啊，这犹太知识分子，因做到背册，做到背经文。律法师其实心中知影答案哦是疼，毋过伊有才目行袂出来。即马吼，今年开始灵粮堂吼，伫台湾的教会界哦，有一句吼，拿四年人的运动哦，伊强调啥物？分别做神。爱甲世俗人哦，世界的人分别出来，因为咱基督徒爱分别出来。安怎分别出来？袂当啉酒，袂当加头毛，袂当摸迄无清气的物件，这叫做分别出来。伊认真安尼做哦，所以吼，咱来看一个影片哦。这无声，无声不要紧啊，无声不要紧。这是今年2、3月的活动。基督徒年轻人排队齐聚台北今年瓦当，全台有超过800人参与跨世代的台湾拿细尔人集训，要一起回应神对台湾发出祷告及分别为圣的拿细尔人呼召。基督徒青年彼此祷告，也操练禁食，学习经历圣灵的同在，在这个征战的世代，预备自己成为属神的祷告转化大军。好，这就是拿细尔人哦，今年的活动哦。拿细尔人的定义是啥物？咱来看一下哦。第一，袂当啉酒，袂当食葡萄做的物件哦。因为葡萄做的物件，足侪拢是酒嘛，伫迄当时啊，所以伫即马咧，伫即马就是愿意为着上帝哦，放弃任何享受啊。因为吼，伫上帝内面有更较高级的享受，会当吼你的性命更较好。第二哦，莫加头毛，因为头发吼，上帝赏赐的有伊的记号遮盖记号，所以毋是查某人袂当甲查甫人嘛爱留长头毛的意思。你若是查甫人留长头毛，别人就知影吼，你甲别人无共啊。这叫做吼大胆活出信仰啊。因有一个考核吼，叫做大胆活出信仰，就是查甫人嘛爱留长头毛。第三咧，袂当以前是袂当摸尸迄个尸体嘛，袂当摸尸体。即马咧，即马是吼，甲上帝无关系物件吼，袂当摸，因为这会可能系吼损害我的灵命啊，损害我的信仰，所以拢袂当摸。这叫做吼为着上帝分别做神，真做圣洁的人。所以拿细利人的意思哦，就是分别，就是隔离的意思。所以佫叫做吼属理人。伫旧约圣经内底哦，拿细利人的规矩哦，伫民数记的第6章啦，内面有讲吼，拿细利人是一种吼就抓誓愿，我一定会修改命来变做圣洁的性命。所以袂当，所以你爱留长头毛，袂当食葡萄。甲伊的相关产物哦，袂当摸尸体安尼哦。所以律法师甲犹太人分别做神，好亲像是即马吼宗教界时常会发生的现象，每一段时间拢会一变哦。其实足侪吼，较老基督徒啊，老基督徒听有啥物是老基督徒哦？就是吼，你伫信仰可能伊跑走较久啊。有时阵你会家己吼看较悬，特别是你有一寡吼宗教的地位啊、教会地位啊，我已经做甲足悬的长老啊，甚至我已经去外面的迄个宗会啊，我做甲宗会的议长啊、小会的传道委员啊、小会议长啊，等等啊，甚至外面的总会的议长啊，等等啊，我已经做甲足悬啊吼，所以吼。可能我比别人更较好，我比别人更较有信仰，我比别人更较清高啊！我比别人哦，因为我分别做神啊。但是哦，讲实在话，分别做神，毋是吼自命清高，看家己比别人更较厉害。
今日咱若毋是，迄变做啥物？变做你可能只是用敬虔的话表来暗藏哦，你冷淡的心。信仰的分别做成，若是无听，人只是啥物？一个空无的形象，看起来足好，毋过内面拢无听嘛。咱会想看觅耶稣是安怎的形象？耶稣有禁食禁酒无嘛？有。耶稣甚至主动去接触遐无清气的人。耶稣甚至甲迄个抽象的、甲罪人徛做伙。耶稣甚至去摸尸体，佮互尸体佮活起来，对无？所以耶稣要做的，就是甲咱讲比做你变成甲世俗人分别出来的人，因拿西尼人军队伊的骹步，才是愈重要的。你看耶稣做啥物？伊甲弱势徛做伙，伊用性命去影响伊四周围的人。伊虽然入去即个破碎的世界，伊嘛是完完全全的分别做成啊。所以耶稣的道路甲咱讲，比真做一个拿西尼人，真做基督徒实践啥物是听心，其实就已经足够啊。其实就已经足有挑战啊。反倒等你若是坚持你是甲世俗人，你是分别的。变做啥物？你有一种思维叫做二分法你就感觉我甲别人无共，这叫圣俗之分你袂记记，你有愈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爱去做光做盐。啥物是做光做盐？就是你爱去照别人，引带别人，就是你爱做盐是做调味。你若是分别出来，你有法度做这个吗？无法度嘛，对无？所以即时的拿西尔人运动所强调的复兴讲实在话，虽然看起来声势就浩大对无，其实咱更较应该重视的，毋是甲别人分别出来，是应该注重的是生命的改变，甲上帝的关系更好。生命的改变爱对充满即个危险的世界充满引诱的世界。分别出来无毋对，毋过你爱做的就是你爱去安怎？你爱去实践行动，爱去关心，爱去疼心，爱去关怀，才会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才会受到压迫的人。所以，若是你甲家己当作你是先知祭司，若是呢人，你就袂对即马的弱势当作看袂到，当作听袂到，你就袂停止你的骹步。所以，什么是分别？分别毋只是对世俗来分别出来，你实际行动应该更较倚靠上帝来做。什么是分别？分别毋只是伫教会内底展现我做水的，我做完美的，我什么做牛的你应该爱行出去，爱去实践什么是听。第四，像是我的厝边，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改变做，我有法度真做别人的厝边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对于即摆的拿西人运动，咱发现即摆基督徒可能有的行的方向较特别，会当讲是一个信用的盲区啊。我会当称作是叫做属灵的骄傲啊。什么是属灵的骄傲？就是当这个人开始高估家己是一个拿西尼人，甲世俗是分开的，等于伊是推开伊家己甲别人的连接，甲别人的关系，这是一种看袂出来的骄傲，就是认为我家己比别人更较牛伊家己比别人更较牛啦，我家己比别人更较疼上帝啊。其他人拢无我遐尼好啦，我比别人更较性格啦，其他人拢无我遮好啦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声音伫伊的心内底，送有资格正做我的厝边。这是一种属灵的骄傲，就甲伊甲别人划界限啦。圣经内底看到耶稣时常责备法利赛人，安怎讲？因为法利赛人做认真持守诫命，
毋过因法利赛人拢感觉高高在上嘛，伊比别人更较好嘛，对不？自以为意嘛，所以哦，伊耶稣的比如有一个做有名的，你看袂到什么眼中的梁木，但是法律赛人有错吗？有毋对吗？保罗安怎讲？保罗讲，伫犹太教内底，我比本国的足侪同辈哦，更较激进哦，为我的祖先的传统更较热心。保罗是一个吼，比别人更较敬德，而且更较执迷的人哦。伊将家己形容成一个什么奋锐党啊？伊讲一个写批写罗马书嘛，写批吼罗马教会人讲啥物？莫为着竞争哦，限家己入去做内底哦。所以伊讲，我愿意做的善，我无去做；我无愿意做的歹，我颠倒并去做。即摆处境转来到这个祭司，讲实在话，这祭司有毋对吗？这祭司有毋对吗？这祭司代表的是啥物？圣洁嘛，洁净的代表。因为伫伊的处境内底哦，祭司是做啥物？迄阵的祭司是做高贵的人。以色列哦是几啊工，以色列人几啊工才洗一遍身躯，因为中东遐水无水足贵的，只有祭司是爱每一工洗身躯，每天摸，只有祭司哦，所以伊做洁净哦，洁净伊家己哦，伊外出哦，虽然毋免带胸牌哦，以福德哦，毋过伊哦。伊是穿平常外出哦，伊是穿细麻布的衣裳哦，甲长裤。普通人无穿长裤，拢穿袍子盖上而已哦。伊代表的是啥物？因为他不能露出下体哦。伊代表的是啥物？洁净、圣洁。第二个经过利未人的，伊是唱诗歌服侍上帝，他需要血统纯正哦。伊是分别出来的特别一群人哦。伊代表的就是啥物？高贵、圣洁。即马看到路边一个啥物？哎哟，笨色、太高的人，一个规身躯老花老烂的人，对伊表示是啥物？甲伊即个圣洁人比较起来是完全无共的人。对伊，我讲一个例，可能大家较熟啊。伫南北战争哦。白人的处境甲黑人的处境哦，伫迄阵哦，教导是啥物？黑人是物品，会当买卖，所以对迄阵哦，看黑人拢是这是会当买卖物品，甲我是人，你毋是人，所以黑人无法度出现伫啥物？亲像会议场合，当然无法度，教室嘛无法度，甚至教堂嘛无法度入去，毋是众生。都可以哦，黑人无法度入去，教会个是黑人不洁净哦。但是咱想看觅，你若是生伫迄个时代，你可能嘛有这种思想嘛，因为从细汉教导着安尼，那有人会有法度哦克服这种处境哦，克服这种脏的感觉哦，去实践。圣经内底讲，无分犹太人、希利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男的、女的。伫基督内底拢诚做一体啊！这段经文哦，足特别的。咱来看出现三个邻舍，出现三个邻舍哦。你感觉这三个邻舍的意义同款吗？这三个厝边的意义同款吗？第一遍是27节，是罗马书写明白的，爱听厝边，亲像家己的厝边。后面的29节是啥物？倒一个是我的厝边？36节咧，你想这三个人倒一个是落伫强盗手中迄个人的厝边？这三个厝边，大家感觉意思同款吗？你有发现无？其实29节的厝边，甲36节的厝边的意思拄啊好倒边。如果说问的是倒一个是我的厝边？耶稣用的是。你是谁的厝边？所以罗马书认为厝边是上有资格加做伊的厝边，直到以后耶稣教导，伊才发现啊，我毋对啊。伫耶稣讲这故事
了后，卢老师才知影所律法内面的厝边哦，其实就是耶稣所讲的厝边，毋是伊所想的厝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厝边应该是爱去怜悯人、爱去疼人的。所以，咱来问的是：谁是我的好邻舍吗？不是，是我可以成为谁的好邻舍？会当安尼讲啦，有疼才有好厝边的状况，有疼才是条件，疼才是答案，毋是要求吼厝边的条件是啥物？是爱有疼才有好厝边。所以如果说想要讲耶稣是无清气的人，亲像耶稣吼，就是大家吼做讨厌的迄个撒玛利亚人，结果耶稣直接讲：我就是迄位撒玛利亚人，我就是迄位哦，大家当作吼无清气的人。毋过我却动了慈心哦，我去怜悯伊。耶稣主动来到人的痛苦内底，甲家己吼牺牲予世间人。耶稣用这个故事来问律法师：你愿意成做别人的好厝边吗？当耶稣问伊的时，这律法师哦，其实伊毋是骄傲的哦，伊是足惭愧的哦，伊是足歹势哦，伊甚至讲袂出好的撒玛利亚人这几个字哦，伊只有讲啥物？是怜悯伊的人。所以耶稣才煞讲啥物？你着照安尼去行，就等于耶稣是邀请这律法师去成做变做这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去听你感觉你听袂落去，去感觉无值得你听的人，去听遐个哦血统哦无纯情的人，去听遐个哦因为违背律法，因为无法度守律法，互人摆脱伫社交外口的人。去听遐因为身躯无完全，互人看轻的人，因为头路还是歹名声，互众人攻击、受压迫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对咱也是足大的挑战。耶稣无甲你讨论血统，还是宗派，还是你是偌好的阶级哦、头路。耶稣挑战的是啥物？咱的行为，咱的行动哦。过来2条路加6个选择，其实咱撒玛利亚这个故事，咱看到的只是安尼，咱会对更较大的格局来看这个故事哦。咱来看起头的问题，起头25节，如果书所问的是啥物？我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我？最后一节37节，耶稣讲啥物？你照安尼去行，头到尾加起来，你感觉？你有发现啥物吗？其实耶稣是咧教导咱要安怎去行人生这条路。表面上是倒一个是好厝边的这议题，其实上吼，更较深来看是啥物？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哦，自以为意哦，发出哦警告。过来看，毋止安尼，其实你搁搁较外口看，这故事其实讲出2条路，讲出6个选择。倒2条路，第一条就是上帝的道路，第一条道路是人的道路。上帝的道路就是永生永远我，这条永远我的道路就是咱信用应该走的路。毋过咱人哦，咱人行伫人的道路，人的一生哦坎坎坷坷啊。咱毋是因为咱信基督教哦，所以咱就活甲比别人哦更较爽快。咱就一生平凡顺利，拢袂破病啦，拢袂生老病死，无可能嘛。但是就安尼吗？咱来看一个特别的物件。这个故事有几个人出现，有几个角色出现。咱来算一下。耶路撒冷落来。耶利哥是一条人甲人的道路，每一个人选择无同嘛。咱来看有几个人。第一个行路的人对无？第二个强盗嘛。第三个咧祭司。第4个利未人。第5个撒玛利亚人。
其实佫有一个，有人闹交啊，就是点头家着无？有6个人，你会发现哦，即条路物理来讲哦，同一条路嘛，就一条路对无？人的路一条路，毋过伫精神层面哦，莫讲物理的层面，精神层面有6个选择，倒6个选择，咱来看，你会当做一个哦，一般人哦。和平的旅行者嘛吼，你单单纯纯过日子哦，我嘛袂去伤害别人啊，毋过我嘛袂去帮别人啊。毋过你可能会拄到另外一种人，你会变做另外一种人，变做非法的人，变做歹人哦，侵害别人的强盗。你嘛可能哦变做第3种，就是啥物祭司，啥物是祭司？伫这个故事内底，祭司吼，伊的心是敬畏上帝哦，毋过伊对人是冷漠的，对不对？感觉伊是吼安怎做？哦，不接近我不能碰哦，伊不敢哦，毋敢去疼人。第四是啥物？利未人嘛，对不？利未人是啥物？分别出来，爱疼上帝，爱侍奉上帝。毋过伊甲伊侍奉上帝当做啥物？例行公事，所以伊是啥物的心？不冷不热，对无？第5是啥物？撒玛利亚人，伊动了慈心、怜悯的心哦，伊勇敢去，这是冒险哦。凡是这个人死，凡是伊摸尸体，对无？冒险去爱人。第6种呢，其实大家袂记一个点头家吼，伊接受报酬嘛，毋过伊吼。承担照顾跟风险吼，点头家其实就是今日吼，医疗、甲社工、甲社区的工作，等于吼是即马亲像你创办医院哦，还是养护中心哦，还是关怀据点等等哦，做社区工作啊、医疗啊，这个人、这个支持系统的人，拢是无共款的人，做这种。讲到4秒中的6种人，你有发现无？这6种确实哦。是咱生活中可能会选择、会扮演的角色，这背后就是咱人所选择的。照着福音的真理，你若是相信耶稣，你若是听耶稣，照耶稣所行去做的人，你就会当得到永远活，得到永生。这就是人的道路，会当行伫正确，会当行伫上帝道路顶悬。耶稣已经教导咱。安怎行？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你的选择会造成足大影响。你若是做出正确的做出正确的，减一张迄落。你若是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好不要紧。你若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哦，就是。你爱去听你看袂到的上帝，搁爱去听你的兄弟。这是伫约翰一书吼4章20节，你豆仔片减一张，毋过不要紧吼。耶稣有教导咱第1条戒甲第2条戒其实是做伙，啥物意思呢？你会当家己去显约翰一书4章20节、21节，就是若是无听看会到的兄弟的。你就无法度去听你看袂到的上帝，因为听有这个意思吼。所以你若是要听上帝，你就先爱听你的兄弟姊妹，这是耶稣所讲的命令。伫人生这条道路，人其实咱伫物理的顶面啊，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同一条路嘛，咱拢行伫同一条路，但是。道路伫倒位，道路行往倒位。若是对你的精神层面来看，你要安怎行这条路，其实比这条道路本身更较重要。亲像吼，咱共款两个人啊，两个人拢会晓背圣经嘛，拢会晓背使徒圣经。好，但是一个人背圣经会当得救，另外一个人可能迷失啊吼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对你的精神的层面来看。你知影路伫倒位，甲你要安怎行，这条路是无共款的。
所以知影道理，甲行出这道理是两条无共款的方法，选择道路。兄弟姊妹，今日主要所呼召咱，毋是吼，咱爱立志变做拿西尼人，应该对吼拿西尼人变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毋只是吼甲别人分别，是爱咱的心吼活倒转，会当听，会当怜悯，会当跨越界限去听别人，毋是咱去惊咱要听啥物人，是咱会当真做别人的好处边无？咱愿意行上帝教导咱的道路吗？这条道路是仁爱，是听心，是听的路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行出律法的捆绑，做工做样。主，感谢你伫阮生命中的引带，求你原谅阮的无完全，求你教导阮爱互相接纳，彼此相听。主啊，你创造的宇宙，所有的物件拢无共款，甚至每一片树叶，你嘛创造每一个无共款的人。毋过，我认为时常会将家己所认为的当作是绝对，互相否认，互相伤害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好好学习啥物是听，好好学习听这功课，互阮尽力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你，也爱学习听厝边亲像家己。主啊，咱毋是将家己看作异人来看轻别人，咱爱学习接受对方，接纳体谅彼此的无共款。对方伫身躯顶，咱会当看到主你美好的作为，听对方，尊重对方。阮爱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求主帮助阮学习这三条的功课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们做伙来回应诗，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唱646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。
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手术甲收回主权。伫此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，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透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尾心，稳定我的性命。我相信。奉献是在前丰收的亲子，我亲信奉献是实际基督的使命，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人民赐互阮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求完做伙徛咧，咱要来。上龙新信息391首俄勒上帝版好公园，离席了，咱请上人小学生来为咱祝祷。愿主保护照顾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伫出外的长老、牧师，也是众兄弟姊妹，愿主的神甲咱同在，教导咱要安怎去听主庇，亲像家己；要安怎去怜悯人，
去疼啦，无分是你疼会落去，还是你无法度疼的，咱拢用咱的心去感受伊所需要的，去帮助伊所需要的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咱，愿你的神甲阮同在，愿耶稣甲咱引带，愿主你永远陪伴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有尽。阿门。耶。